呢一間咧係一個全新裝修，直接可以拎包入住嘅3房嚟嘅，位於儀龍山星耀1期5棟嘅24樓。咁我可以睇到好少有洋房入邊可以擺茶几嘅，但係偏偏呢一間做咗封窗嘅設計，而且嚟講坐喺飲茶嘅地方望出去個景觀視野咧係特別嘅舒服嘅，可以睇到山景同埋遠景嘅。咁睇翻大廳，大廳咧呢個空間度咧亦都係設計得比較好嘅，同埋嚟講咧佢整面牆咧全部都塗上咗藝術漆嘅。咁呢一間屋咧整咗個係鹽木風格嘅設計嚟嘅，咁無論係客廳嘅位置同埋餐廳嘅位置，我覺得佢整得都係比較唔錯嘅，相當於南北對流嘅設計風格嚟嘅。咁啊睇翻廚房，廚房呢度咧業主咧仲特登預留咗一個烤箱嘅位置俾你擺放烤箱嘅，所以嘅話咧呢個廚房裝修嘅設計咧，我覺得係比較用心嘅。咁廚房出去咧呢個珊瑚陽台佢係冇封窗嘅，就係俾你擺放雜物同埋洗衣機嘅。咁可以睇到整面個採光嚟講咧，呢邊咧都係相當唔錯嘅。再睇翻休息區，休息區呢度咧嗰個洗手間咧，亦都係整得比較好嘅。好多業主忽略喺洗手間呢個位置，但係呢一個業主喺洗手間呢度咧細節整得係相當唔錯嘅。3間房入邊咧，2個房業主咧都裝咗衣櫃同埋床嘅。咁咧每間房咧都係整咗呢一個空調嘅。所以嘅話咧，呢個業主咧真正係做到咗呢一個原木風格，而且嚟講每間房佢個背景咧亦都係塗上咗藝術漆嘅，所以你會感覺喺呢度咧每間房都做咗吊頂，佢唔單止大廳做吊頂，房間都做咗吊頂，可以睇得出呢一個業主喺裝修上邊真正係用心，真正係為到將來要入住呢一間屋嘅新業主咧，用咗好多個心嚟裝修設計呢一間屋嘅。業主咧話裝修咗20幾萬嘅，接近30萬呢一個裝修價格。咁咧，如果我哋依家買嘅話咧，96萬就 OK 啦。而啲認購價嘅毛坯房買出嚟就82萬嘅，咁加埋裝修超過85萬，依家90幾萬賣俾你。更多詳細嘅信息或者你又想隨時睇房嘅話，你嚟聯繫大方睇房啦。